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咱来读1980，1980这个小说，读来要读完安尼，大概搁读3届吧，搁读3届应该就会使读完啦。所以读完了，要来可能要读迄个做啥？王雪红老师的咱来读，因为7月份教育部有考试，所以可能就是差不多考试进前的1个日，还是1个外日，因为进前是拢迄个日的考试的进前，迄个日的初啦。因为1980有即个读较久一撮啦，因为考试搁敢若是下旬7月2、5、2、6个款，所以才会想讲好啦，安尼规气甲1980甲读学完，才搁来读迄个和教育部有关系朗读稿，可比讲王雪红老师的咱来读，敢若读一半尔。然后伊敢若114年度有迄个教师还是社会组的吧，我袂记起来。我记即马网络顶悬其实真侪资料啦，不管是你要学台语还是啥，遐个资料其实应该袂讲太困难才找着。当然爱开淡薄仔时间啦。所以讲参考你，反正我就讲啦，对我来讲是大概时间毋是到咱10点来遮读寡册，若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我就讲先分享一寡迄个啥，网络顶悬的一寡连结，你若有兴趣，主要是迄个啥，一寡学台语的方法，然后我真是搭即个做。你会相信，因为拍算讲1980主要咧读的即个1980读过了后，台顶的朋友若总讲拢有读过准备下尾就是读迄个你会相信安尼。当然，我应该搁继续分享一寡学台语的方法还是资料吧，真是第77届款吧。所以我迄个啥资料愈藏愈多，愈囤愈多时阵，当时我就是一时之间熊的找无安尼。好，大概是这啦吼。我看还有啥物要分享的？台文版的这个1980，台文版的1980真正就是你伫网络顶悬会使找着嘛吼，或者是去册店，真正要去找有无？我毋知影咧，因为当阵即马现代人拢透过网络去买遐物件嘛，所以就是除你当作咧世界安尼啦，所以我看先分享安尼，差不多是安尼。然后我就讲，都含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大概时间毋是9点至10点，做伙来遮读我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火结子》，这个开火结子嘛，敢若我是家己已经进前读过书面的，才来读念出声音嘛呢。明日可能要来读别本的，可比讲单类的乡土宝记，或者是高中上的国外的人，这2本我拢也捌看过，手头有，所以边看啦。当然，迄个啥。1980应该搁读3届，今仔日尾第3届，然后过来应该就要读迄个做王秀元老师的咱的读，然后可能就是读迄个114年度教育部朗读稿的社会组，应该是社会组吧？对，社会组敢若总共28篇，原则上。应该30分钟读一篇吧，就敢若王秀荣老师的文章相款。王秀荣老师咱来读的文章，敢若长度我袂记得，伊不了久进前来读。好，所以小肉就猛听，我继续读这个拿春水的开火结子读到这是已经500几页啊呢。咧讲着阿忠。啥大某说伊安尼2、3个，尾无名气全吼。大某饮下，因兜是事主，
生辰拢无害到半句。啊，若第二某春流，伊的姓地诺诺啊，这里我无啥会读。徛身旁的儒家诺诺，诺诺，翁叫伊黄东，伊毋敢黄西的妇人人，共款是鸭喙扁扁，毋敢讲出声。啊，若金鸡着天差咧地啊，拍锣讲鼓，等甲袂得通煞。阮伫个代志，当咧拍官司迄年，阿蒋伫大某遐办做60岁，1967年的生日，凊彩办2块岛，无真请影，拢是爸仔三母仔四，甲江北来接受。话佫讲倒转来，金鸡仔本底就是一个心肝客的，即个有够歹读的，心肝客的，佫真不廉的破家枪。迄支喙较毒过青竹丝是通人知的代志，菜还未上桌，伊就第一算阮弟啊。开刀了后嘛是落落啼啼，话较济过鸟门，像讲囝有啥路用，若袂摕钱互伊拍喷用，就凉袂啊。食饱营营毋读册，规日动球4分，顾相拍，这是倒一国的学生啦。亲生囝毋值得家己知啊，家己知毋值得下包仔内啊。青梅才会分即款败家仔囝，转来开家伙。若知下遐不受教，出事就互伊着拉死，毋通饲甲遐尼啊大。才会插耳挂骨的话语，毋但饮下的心内咧吟，所有在道的，毋管老的、醒的，鸟碍叫甲吞袂落喉啊，一直到线道。众人拢无意无义踮酒，嘛无人有笑神。论真讲，金鸡仔做人的第三个母10通东，嘛是甲大某饮下共款吞某，听候饮下分，阮弟仔转来，金鸡仔就起怨妒，敢若找无空头通压互臭，嘛可伊毋紧衰。佫过一阵仔。拄当阮弟仔杀人的代志，别空一声，火烧厝烧过紧，阿蒋甲大某说伊的所费扑甲剩一半，袂决伫金鸡仔掠讲。即时借阿蒋生日的老摆来透一口气，就亲像新妇拍囡仔，祭祀大家安尼，甲烽火发起无牵卡的人，袂输生饼死交济天共款。迄暝有啉淡薄仔烧酒的阿蒋，面变变就走去找金鸡仔。金鸡仔也真知空，条工穿一束玻璃丝底底啊，正肉感的困衫，坐伫眠床前的藤椅啊，等阿蒋来找伊输赢。正经互金鸡叫甲对动，入门就袂讲话。金鸡仔生面好，若要找我做翁仔某的工课，我会做顶头，邀甲互你痛死。啊，若要教我安怎甲人计接，讲话的礼数，你就免来啊。阿蒋脚踏进前，伸手牵金鸡仔的手骨讲：我2项拢买，甲金鸡仔牵去眠床前，塞互倒向向。阿蒋先甲家己的衫裤一领溜掉，搁踏去眠床顶，甲金鸡仔绑甲一只像白猪仔安尼，线手甲电火关互暗啊。有啉淡薄仔烧酒的阿蒋，无管金鸡是毋是有应好，伸手甲金鸡揪碗来下身，拄迄支桥啊入去金鸡仔的喙孔，要叫伊死的意思。剩一撮啊，即种要甲读完吼。我就讲这就是属于较险，还是较咸的所在。迄间今仔查的什么事？我讲我袂记一啦，不管。顿顿一下尔，金鸡仔睡觉着，佮过一困仔久，就出在阿蒋一出家认知，袂输伫蒸鱼啊安尼
甲金鸡啊并来并去，连伊舞头前，连伊搁踅转来后斗，搁掺一寡扇喙皮，搁掺一寡扇尻川皮、牛头章、咖零头、贡干啊，染巴肚皮，还有上鸭尾迄款，毋是要互伊无开的电暗棍啊，甲金鸡舞甲嗨嗨惨，大汗四淋水，是痛也是疼，着爱问金鸡啊，伊家己才知。啊，若阿江爱甲鬼要掠去，有力真拼，袂输要甲金鸡啊杜死的化休，真正是好惊人的代志。过无几冬，英子袂堪得你阿全死了后，迄两个查某囝甲囝婿，逐工来乱笑乱骗，就搬起来台北甲阿华甲阿玲住。即段因由伫头前有交代甲真清楚，阁过无几冬，阿江嘛死伫市行的车顶，煞互金鸡仔嘛有想要搬走的意向。伫头前嘛有交代，嘛总去家己找甲米子做厝边。哦，即三个拢是因共北来姊妹啊啦，金鸡仔是上大的啦，什么阿玲是迄个因祖囝，吼迄什么啥米子敢若是像因某的款，我袂记，所以伊这个小传真正就是自1898年写到2013啊当时吧，所以600几页真是520几页是算嘛，迄个啥8到尾啊，8到尾。好，转来读咱的3至5 1984的3至5，因为1984 3至5总共6页，我咧想应该是今仔日会使读完啦。伊后壁3至6大概应该2届啦，啊，佮后壁的附录，敢要读，敢若是进前有读过，我袂记啦。因迄算嘛加正硬斗就对啊，所以过来变看啦，因为有当阵啊读册会，也是讲做伙读一本册是针对一寡内容会使提出来分享、讨论、交流安尼。好，咱来读即个3至5，吼啊，当然你若无台文版，我是感觉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吼，若总讲有，其实嘛会使拢对照哩，因为毕竟无共语文文字，有当阵啊，你若看有迄个气味是无啥相款安尼。好，所以我可能来甲341页读完了，迄个小了3年捌来啊，小了才看你要读偌济，然后才换3年安尼。好，3至5，伫 Winston 关家中的逐阶段，伊知影，也是敢若知影伊人伫即栋无通建筑物内底的倒一只，无的确是气压小可侦查，竟为伊家拍的迄几间家房比地面较低。欧伯人家询问的迄间真悬，我厝顶，即马遮伫地下坐讲笑，大部分家房拢较宽，毋过伊无啥注意看周围，伊注意到的敢若是正头前有2块细块桌仔，顶头拢包绿色的台布，一块桌仔离伊1-2公尺尔，另外迄块较远。我问，伊坐伫风白伫椅仔顶，白足暗，暗甲伊规身躯连头都袂伫顶动，阁有一块垫仔为后壁甲伊的头固定咧，伊敢若会当看正头前。我搁读这段，伊单独伫遐有一时啊，门开啊，欧伯人入来，有一摆你捌问我，欧伯人讲，问讲101室内底是啥？我甲你讲，你就知影答案。大家拢知影101室内底是啥？101室内底就是全世间上恐怖的物件。全世间上恐怖的物件，这个写啥啊？叫什么字数啊？当然有一寡伊的用字，我就讲我英语无遐好吼，我咧看英语可能嘛看袂出迄个啥，其中的缘故还是啥物？藏伫机关藏伫仓库内底的机关，可能我看袂出来。伊有一寡用字真正，你翻做台文的时阵吼，
真正有伊的功夫伫咧啊。好，毋知睇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大家朋友讲参考啦吼，我毋知恁有台湾版的即本无？因为即本真正无好读，讲硬到。虽然讲我嘛已经要读完啦，吼，总是进前头前有讲字词，其实嘛毋是介理解啊。好，若准讲小罗你有对着，安尼是毋是互你接线落去读安尼？好，芒果开啊，一个经纬礼拜，换一卡铁线哦，拿看伫较远的迄块大顶头 ，O'Brien 拄好砸着 ，Winston 看袂着迄是啥，全世界上是啥？上恐怖的物件是啥？物件，迄是物件，物体，啊，毋过则是物件。O'Brien 讲，对每一人来讲无共，可能是活台，可是渡水死。渡水死，渡水死，都吐死嘛？这可能是渡的款吧？渡应该是都渡死 TUH 渡死。渡死，也是其他的50款死法，有时啊是真有的代志，甚至是袂死的。伊刷较边啊，桌顶的物件 ，Winston 看较明啊，迄是一卡铁线做的长高形，高的高的高，长高形人嘛，顶头有一个耳仔通搬，正面倒一个面卡，那迄面那就是中文话语讲应该是凹进去啦，那迄个凹进去迄个凹字安尼，那的迄面外口安尼。你知伊讲的即个物件无？无，比剑术伊毋爱面爱滴一个算不粒捌的，啥物铁网仔做的面具，还是 mask 嘛？我看伊想讲 mask。那迄边向外，虽然有3-4公尺远，伊还看会着人仔为当边加做两间。各间有一只啥物生物是鸟体。以你来讲 ，O'Brien 讲，全世界上恐怖的物件，拄好就是鸟体。自 Winston 一下影着迄卡篮仔，未知影爱行啥，规身躯都互一阵歹得掉的。准带流淌过。啊？准带就是迄个行甲会准嘛，吼，还是屁准应该是行行啦。若是令可能是细准，是毋是即字？啊对，细准啊，带流，所以伊即摆才等于3字，我无确定到底是要流淌过，还是准带流淌过。即3字，才总共5字，我无确定伊到底要安怎断。我看伊的英文是安那，规身躯。对啊，就讲歹结掉的准带流淌过。歹结掉的准带流淌过。搭一阵，人仔正面迄个面壳形机关的意义，向拄入伊心内。伊的肠仔敢若盐做汤啊，你袂使安尼。伊的哀声真悬甲闭开，你袂使，无安尼啦。你敢会记得 ？O'Brien 讲，以前伊常常梦着会惊吓，
伫你面头前有一道黑暗的壁，伊听到有啥物咧吼，壁的另外迄面有某种恐怖的物件，伊知影家己知影迄是啥，毋过你毋敢甲拖出来看，就是鸟鼠伫壁的倒边。O'Brien Winston 出来控制声音讲：“你知影毋免安尼，你要爱我创啥 ？”O'Brien 毋直接回答，伊照咧记一个那校长的班嘛 PAN 班 PAN， 记一个那校长的班。记啊！你拄第一届读着啊 KIK， 记一个那校长的班，亲事款。亲事款，目睭看远远，敢若咧对 Winston 较遮后的一阵听众讲话。好，感谢。哦，这就是讲伊讲迄个，就是讲伊讲一时内底是针对无共的人有无共的迄个啥传的假死就对啊。啊，欧本是上惊鸟鼠的迄，所以，呀，惊到规个讲啥肠啊，叫要羊做汤啊，哦，这真正是真厉害，真搞笑。这当然我无就知影肠啊羊做汤到底是啥物货，就是讲 turn to water 啦。His balls seemed to turn to water. B-O-W-E-L。这是肠啊，毋是碗。我毋知哦，这字我毋知影。伊讲伊的肠啊，敢若羊做汤啊。啊，原文是 his ball B-O-W-E-L-S 吼，一堆我毋知影。有啥物嘿？这大家哦，迄真正是，这若真正可比讲真正每一人会惊吓的物件无相款嘛。啊，这段真正，这大家真正咧讲，迄个 Winston 惊的物件吼，安尼甲写出来，然后搁描写迄个情景安尼。哦，这真正。伊迄惊吓毋知伊讲羊做汤是胃肠伫疼，还是要塞尿管？无确定伊的英文就敢若讲 his balls seems to turn to water。爱当甲伊翻译做，伊的肠啊，敢若羊做汤啊。啊，当然你讲就讲，到底是肠啊咧滚粿，还是讲可能有个人一紧张就搞着想要放尿嘛？吼啊，伊可能规个腹肚安尼滚粿就搞着。我嘛看。听起来是紧张甲毋知迄是疼还是啥物感觉？无法度形容安尼。对啊，啊，就是这因为。敢有人讲啊，我会花一样。会花去哦。无共意思，毋过就是接近迄个意思就对啊。就一种感觉啊！你讲这我规个会花去。吼，安尼可能就是可要讲话来讲，伊嘛咧甲求嘛，讲袂使，你袂使，无安尼诶啦，你袂使安尼对无？啊，可能有咧讲啊，当即声害啊，去了伊啊。有人讲迄心凉一尊。念一尊。心凉。心。你讲华语是心凉了一半迄种。心寒。啊，心寒。心寒哦。毋过即大家怀疑就是足，主要是伊讲伊规身躯着一阵歹结掉的准串流。我咧找即句到底是啥物嘢？哇，伊讲自 Winston 一个影着迄骹人啊，迄骹人啊，a sort of premonitory tremor, a fever of he was not certain what， 袂真知影爱惊啥，规身躯着一阵歹结掉准串流通过。A fear of he was not certain what had passed through Winston as soon as he caught his first glimpse of the cage。一个看到迄卡人啊，迄卡人啊，the cage，
，CAGE 是 leakage， 人啊，一个看到就未真知影爱惊啥，就规身躯就一个歹结掉的迄种的，所以 a sort of premon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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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emor tremor， 可能就是讲即个歹结掉的准错流通过。真个不过 a fear 后壁讲 a fear 就是迄个惊吓的迄个情绪嘛，通过 passed through， 通过伊的规身躯安尼嘛，所以呢 ，as soon as 第一台语就是讲一个安怎嘛，佮讲一个看到啥着，就规个压起来，还是啥物平起来，还是啥物？中文话伊讲啊，汗毛竖起吼，就是惊甲毋知要安怎呢。然后迄个做面壳，伊是甲伊 mask， 伊甲伊翻译做面壳啦 ，mask 嘛。所以讲面壳型机关的意义，熊熊堵入伊的心内，伊就夭寿知迄什么货啊。所以可能就是迄个那面壳，可能要放一只鸟鼠伫内底，然后大叶面的款吧。敢若是安尼，安尼迄个惊吓着，搁较强烈啦，吼，这真正袂武死啦，毋过真正是惊一个半小时安尼。好，毋知台顶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Sunny是毋是往你读过？迄只迄个小热读甲种诶，吼，读遮后一阵听众讲话安尼。单独来讲，伊讲痛苦毋是永远有效，有诶时阵人会当抵抗痛苦，甚至坚持到死。毋过每一个人拢有伊会肯定诶代志，连考虑都无法度，这毋是勇敢也无胆诶问题。若是你为悬厝滑落来，手去抽锁啊，迄毋是无胆；若是你为清水会卡起来，紧竖开甲气灌互饱，气灌互饱，嘛毋是无胆，迄只是一个本能，迄袂掉诶。鸟鼠嘛共款，对你，鸟鼠是袂得忍受诶，鸟鼠就是你，这是承受袂起诶压力形式。毋管你爬啊，你会做出你互要求诶代志。毋过迄是啥？是啥？我若知影我是要安怎做，了解？这句最后这句你搁读一届，毋过迄是啥？毋过迄是啥？是啥？我若毋知我是要安怎做。我若毋知我是要安怎做，伊讲how can I do it if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what it is? 所以这个等于讲啥个是啥物货啊？所以真正这可能凡事伊该讲，你应该爱头尾话讲，你要叫我做啥？我但毋知影。毋是这句应该是伊惊甲一个无才调，伊上惊鸟鼠嘛，这已经知影讲鸟鼠来啊，可能后一步就真正要互伊惊甲闪晒踹咧，撇踹迄种诶安尼。所以即句话你看，毋管是啥，是啥？我若毋知我是要安怎做，真正凡事我就讲，这若咧搬戏诶时阵戏出，这可能是迄个啥，讲话是哪咧踹，或者讲话是哪咧踹，我毋知影，我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后壁好继续读落去，我就讲。3、4、5，伊就等于是
可能真正就是去用杀入去一空一性嘛。头前伊伫我袂记得一种啊，就是伊和别人有伫啊，就过落至少一个两个嘛吼，就互伊听着讲，要去用杀入去一空一性，啊，迄个要用杀入去一直同我喊我卖啦，哦，啥物拢好，你要叫我啥物？啊，这就是生活听着讲，拄着一空一性诶，迄个要入去一空一性迄种情绪足强烈的惊吓嘛，即马就是你歹啊，吼，已经尽可能已经惊到毋知啥物状况啊，就即句话你看 ，What is it？ 讲三解。好来，我搁读挂啊，可能剩即两三页啊，好，我可能读到340页中迄搭遐吧，差不多，好，来，欧伯人甲人啊关起来，摕来较近的迄块桌啊，细字囥伫台布顶。Winston 听会到花伫伊耳仔内底唱歌，伊感觉够极气味，伊敢若坐伫空无半项的大平洋中，大平洋中央中，搁点一解，伊敢若坐伫空无半项的大平洋中，平溜溜的沙漠。生伫日头光内底，所有的声音为无边远的所在传来。毋过，迄鸟鼠人啊，就伫头前无敢2公尺。鸟鼠足大只，年岁拄好到喙讲生做粗佮恶，毛皮为朴实转土色。鸟鼠即落物，欧伯伦游员咧对伊迄阵。欧伯伦游员咧对伊迄阵无形无影的观众讲演，是一种热气类动物，毋过是食肉的。你拍算捌听过伫咱伦敦一寡较散车的区有迄号代志，讲妇女毋敢甲因的红鞋啊高放囥厝内，5分钟嘛毋敢，鸟鼠稳当会来攻击，免偌久就窜甲剩骨。鸟鼠嘛会攻击破病也咧要死的人，因足巧的，啥物人当咧咱心无助，就知。好，我搁读一段。人仔内憋一阵长搁尖的鸡叫出来，敢若为足远传来到 Winston 耳仔，是2只鸟鼠咧相拍。拢想要亮过价闸去将对方合落，伊阁听到一声死心的哀惨，煞嘛敢若是为外口倒位来的。哦，迄真正就是迄种声音，啊，阁会看到迄个啥，迄啥鸟鼠的喙讲，我是讲到喙讲啊，喙讲，这字我无确定，因为水讲、护士讲，也是迄个一讲2讲的讲嘛，所以我无确定。我直觉是读喙讲啦，因为可能就是因为鸟鼠啊，你若捌看过，一般拢是尖鼻啊，迄搭尖嘛，啊热气类嘛，对无？中文讲啥？啮齿类有看下。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死心的哀惨，这人够唔够啊？这可能敢算食人够无啊？因为对我来讲，食人够是敢若接近平顶的地位，抑毋过伊靠说伊目睭有啥物货，啊，着吞大别人，抑毋过伫即内底，即个 Winston 是袂输迄个啥，中文华语讲的啥物沮丧落叶，肉点顶悬的肉就对啊啦。记载人要抬，记载人要撩，记载人要安怎，伊完全无喊苦的机会甲能力啊！伊来到遮 ，Winston 来到遮，伊其实甚至伊自己去用掠到单，伊完全无喊苦的啊！除非或者啥，加喙之自杀无命晓。
啊若无伊完全无含苦的机会啊。所以，敢若完全无含苦的机会，我就袂用食人教教的即个讲法第即个情景。我安怎讲？我袂想着。反正伊是一个，等于是讲压落底，也是当然要讲食人教教，毋是讲完全袂使啦，只是免食人教，伊就是要互安怎就安怎啊，对无？叫伊当就当，叫伊使就使啊，甚至叫伊家己一支手骨砖头啊办落长，叫伊家己倒我当然即个故事内底可能无啦吼，就讲袂互伊无命，毋叫安怎做，伊可能就是。当然，逼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就是讲，我就讲嘛，白色恐怖时代，遐个警备总部、保安处遐个专门咧共刑的，迄话可能真正刑到，敢是有人转自杀还是安怎？啊，毋过通常目前所听到看到的，差不多有去做自杀这个动作的人，不管是啥物状况。敢若毋捌听过，伊第一届自杀就死的，差不多是无，拢是已经，因为要自杀，迄是一种换救命的动作啦。啊，准讲去用掠入去内底刑，伊去用刑到挡袂牢啊，想要死，迄个当下，伊无一定有法度随找到机会。准讲伊要咬喙齿，我感觉，当然我无迄种经验，我毋知啦，只是讲你看就是。因为家己的性命一般来讲是拢会有一个安怎讲保命的机制啦。啊，所以保命的机制，你坚持要家己死这个动作，其实足歹做会到的啦，足歹做会到的。除非当然有意外，迄另外一回事啦。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好来，换小了读过，我都读到。我敢若对外口来啊，Luck too seemed to come from outside himself。不然人啊关起来，刷手甲内底一个啥，这我袂晓读。市，这是市电明的市电明。叫一声 ，Wisdom 去讲输啦。这可能是爱用，我是读西力的款。西，当然，这里可能伊有数甲西的，嘿，就是出力量就对啊啦。西力量啊，第三条嘛量。要为伊啊走脱，当然无效。伊全身甲头拢互锁，甲袂顶袂动。我不然甲人啊关卡，这个是摕，头前迄个才是关，这个是摕嘿。人啊摕过较外来，离Wisdom的面无甲一公尺啊。我头一支竿啊甲扳落，我不然讲。即卡人啊的构造，你看有即个面壳的红滴滴面头，麻。我个另外一支竿啊扳落，人啊门就会抽起来。即两只腰手，即两只腰手的真生会敢若庆子弹出来。鸟鼠跳挂飞，你捌看过无？伊会跳。这句你搁读者，应该是鸟鼠跳挂飞，就两个动作，哦，跳挂。鸟鼠跳挂飞，你捌看过无？伊会跳去你的面，透伫浸入去。撞，这个是撞 ，TSNG 是撞入去。撞入去，因有时啊会先攻击目睭。有时啊，甲人的喙皮补一空，佮喙齿步步的吞落。夹喙齿，这是夹喙齿。啊，
甲喙齿步步吞落，人仔搁较紧啊，愈来愈晚。Winston 听到连续尖来后叫，尖来后叫，伊家己咧叫，敢若是为伊头壳顶悬的空中发出来的，这悬。毋过伊还是拼死命抵抗赢兄，紧想，剩几分一秒嘛爱想。秒 VIO 秒剩秒，剩几分之一秒嘛爱想是为伊的希望。鸟鼠歹鼻的臭扑鼻咧撞伊的鼻孔啊，伊斑白爱吐。冰白，这是冰白，恶心应该是恶心啊，冰白。伊冰白爱吐，跳甲足厉害，强要活活死去，一切总黑暗去。连面伊起笑啊，那伊也想咧吼，毋过伫黑暗中，伊。这是杀到一个循环 ，SA 杀到一个循环。伊杀到一个循环，有一个办法通救伊，一个尔，伊就要找到另外一个人类的身体，SIN 你拼音看有影嘛？身体，甲遮，甲猜，TSH 嘛，猜。甲猜伫伊甲鸟鼠之间。这个是第7条，你念敢若变较悬，猜伫。猜是坑，就是该坑。对，放置也是嘿，放置，对，猜伫遐讲，当然同音字是迄个啥，公马随人猜啦。啊，当然，若写汉字是无共字啦。这只是可能我看伊问啥，伊嘛无讲，我看伊的动词是啥。He must interpose another human being, the body of another human being,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st。伊无用特殊的迄个动词是啥？between 是之间嘛，伫啥物之间嘛？爱讲。甲猜伫伊甲鸟鼠之间嘛，伊就讲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st， 所以只要要掠一个来做替罪嘛，要毋过伊是 rest 大鸟鼠，是，所以应该是讲伊的动词是 interpose，INTERPOSE 啊，所以应该是若要对。猜这字来讲，可能是 interpose，INTERPOSE 啦，对吧？猜的 human beings between himself and the rest， 掠一个另外来，伊即马 Winston 甲即只鸟鼠可能剩一公尺嘛，过来愈来愈晚嘛，伊在想啊，佫杀另外一个来啊，放到洞叶头前就对啊，伊袂顶袂当啊。所以上惊就是这个物件啊，所以猜伫即个只是 interpose，INTERPOSE 啊哩。我当然猜，第7条的字音，我就讲这嘛算迄个啥，今嘛教授讲迄个变调变解概念啦，就讲伫遮这字应该是免变调，因为你若变调变第3条啊，猜。对吧？猜，不是菜啊，唔会变菜啊，伊是菜嘛，菜伫遐，菜好，菜好势，菜好栽，菜好稳，菜好正，对吧？菜伫遐，啊，所以就是另外一个人类的身体 body BODY， 甲菜伫伊甲鸟鼠之间啊哩，这真正惊甲已经袂同得啦。你要搁加读看无？伊可能搁在读线吧，还是读到第2还是遐？边开科研应该是迄个什么科研研嘛？
the circle 的意思，伊是讲用 the circle，C-I-R-C-L-E 的 circle。已经大家将其他一切拢早无看见啊！人啊会铁线门，伫伊的面剩几个手部手部，handspan，手部遐记，鸟鼠知影好空的来啊！一只跳悬跳低，另外迄只无。这是应该定的暗交老公啊，就是暗交老公啊，徛起来，徛只是徛。老公啊，徛起来。伊的英文是安尼啦，伊的英文是an older scaly SCALY grandfather of the Shewers SEWE 啊，就是狗啊，伊讲暗交老公啊。你咧形容一只鸟鼠的款。定的暗交老公啊。徛起来，阮红色手看伫哪肝还是烂肝？这个烂肝。大力鼻孔开，空气 ，the air 是空气。大力鼻孔，空气 ，the air， 空气。鸟鼠的手，这是手。鸟鼠的手甲黄喙齿现伫卫生。眼前。黑暗的行遐，搁一摆甲伊落条，这是落条。伊目睭变青眉，头壳无注意，分配总飞去。伫以早中国的风调，这是真正用的刑法。Overall， 抑个敢若伫讲课。游玩敢若咧讲课还是讲课？可能感谢，毋知我无确定讲课啊讲课啦，因为讲课。伊话我敢若愈读愈袂顺。我讲伊这真正是，主要是因为伊就是甲伊处理甲足书面语的，含咱的一般的口语真无相款啦。所以就讲，大家真无精彩安尼。会顿咧K啊，所以这当然可比讲，咱若是看中文版，可能对咱学过遮尔侪中文啊，其实读中文可能会不哩啊顺。我是毋捌看过中文版，我毋知。我要讲的是，你读中文版的时阵，其实你嘛伫你心肝底念迄个声音啦，迄个字音嘛，你是无念出声音，你是无念出喙尔。当然有的人伊是会念咧喙的，无出声，伊无出声，抑毋过伊喙咧叮当，毋过伊的心肝底一定有声音的，一定有声音，除非。我就讲嘛，1%以下遐的，什物目无光的，还是耳孔无方便的，安尼伊自开始学习的时阵是无声音，安尼迄暂时按下不论。咱大部分的人伫学习的时阵，一定拢是学字学音嘛。准讲你目睭看过、瞄过、眼过的时阵，其实拢有一个声音啦，只是无一定有遐尼明显尔。所以即个伊挑个家处理甲足书面语的吼，是无好读啦。当然，敢会使，敢若目睭看过，无读出声音，毋是袂使啊。只是毋知呢，对我来讲，我拄仔讲的迄个讲，咱大部分的人伫看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拢有迄个声音过，只是真差讲，你尤其你读汉字的部分，你是直接就是。一个词两字，还是一个词组3字4字，甚至你若学过或者什么速读，安尼是毋是我都3字5字，遐安尼一句安尼规个溜过？我毋知，因为这我那嘛算一种
训练甲学习吧，尤其你若有经过迄种，我是无啦吼，所以暂时无迄个知。啊，毋过当初咧读的时阵，你即个语言文字，尤其当然对我来讲，较熟手的还是中文啦。啊，台文的部分，目前算来可能会使算第二熟手吧。啊，其他外语的迄可能熟手的程度，当然更较降低啊。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这真正。哎呀，这是开一个较好啦，无好这故事实在是，实在是哦。已经阿尾啊，真硬斗啊，你还佫恐怖啊你！哎哟，佫无希望，我头看后壁，计是嘛无介好，拢无好代奇怪。就是，所以我讲即个戏出，就是我就讲我迄阵先看过台湾百合即个戏出嘛，吼啊，才2025年才来读即个小说，感觉迄种，互我迄种，迄个啥感受不了小啊嘛是即个原因啦，就敢若袂输活伫一个无未来、无希望的情境当中啦，所以这敢若说讲好佳哉，我毋是伫内底，好佳哉。好，安尼，三年是毋是你甲读完346个啊？好，我声音敢有清楚？有 ，OK， 无问题。面骹卡着伊的面啊，铁线回着伊的喙皮，当即时伊想着，毋是活路，只是希望，一伙的希望。全世界敢若有一个人，敢若一个身体，伊会当甲即个鲜花撒互迄个人，甲迄个身体甲手来扎伫伊甲鸟鼠中间，伊电工化，直直化，去用酒粒，卖我。卖我 ，not me， 卖我。卖我，找酒粒啊！恁甲安怎我毋管，去拍伊的面，甲食甲记骨，卖我，找酒粒啊！卖我，伊倒向兄，写入去无边无底的深厝，离开鸟鼠啊！伊也捌伫椅仔顶。搁伊写通过地板，通过壁岛，通过大地，通过海洋，通过大气层，进入外太空，进入行星，这是行星嘛？这个是行星，甲行星之间的空是，应该是空壳吧？这是徛，这是徛，对，空徛嘛。空徛着空徛，愈来愈远离鸟鼠，毋知多济公年，毋知影多济公年遐远啊，毋过乌盆也是徛伫伊边啊，铁线顶顶的触感。也伫伊的喙皮，毋过伫包围伊身躯的黑暗中，伊听到金属的切。这是 KH， 伊是 KH， 伊毋是 TSH， 伊是 KH。对，切一声，知影是人仔门关起来啊，无开。好，感谢啊！这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咔一声，伊就 click 啊 ，CLICK 嘛。伊头前伫迄个344嘛有一个咔一声。He heard another metallic 金属的声音嘛，金属的咔一声呢。好，有文本的朋友啊，我毋知伫迄个尾啊，你是第5纸啊。伊讲行星甲行星之间的空隙，即搭只是总共4字嘛吼，愈来愈远，啊，
迄阵我咧读时我就晓去，就讲因为一般咱拢是讲弯离啦，弯离对，吼，要毋过伊的英文是啥？伊的英文是讲always away from the rates。伊用 sign away 嘛 ，away from 就是离甲远远嘛。要毋过，咱来讲离甲远远，伊遮就可能挑工要用一种算共字会无共音，因为头前是愈来愈远无问题，啊中间两字独立用符号甲隔开嘛，英文是 away from 嘛，吼，所以总共有3个 away。毋过伊3个 away 是用2个逗号甲隔开嘛，所以我就讲啊，台语才有3塔字，啊，伫即搭遮当然伊毋是3塔字的概念，伊是去对照原底英文 always away from the race， 吼啊，伫即搭遮有种安尼远离是远离鸟鼠，啊头前安尼愈来愈远，安尼敢是？读3届远了，才转一个变远离安尼，我无确定。啊，当然，远即字就是伊有远甲远的读音嘛，算文白音吧，就算文白音。啊，所以我的理解是愈来愈啊，即3字是分开的，毋是讲是3塔字，吼，迄是一个算啥高级的形容，足远的嘛。伊就咧讲嘛，什物涉探过地板，壁倒内地海洋，大气层外太空，进入行星甲行星的空隙，吼，就是规个远离就对啊。所以要离开迄个境界，啊，毋过我无能够伫边仔呢，哦，所以即种形容真正就是。使人惊遐呢，真厉害，真搞笑。好，我毋知啥物走去，我毋知迄个小乐还是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就是真恐怖，酷戏。所以当然有一个角度是讲，伊为着要达到一个目的，无所不至，啊，无所不至。当然，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小说是小说，伊有一个极限，啊，真实的世界是有当阵啊，比咱的想象搁较，就讲咱的想象有当阵是想袂到啦，所以有一句啥，什么，什么，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所以，这吼真正就是讲无人权嘛，啊无咧甲其他人当作人，即个代志到底迄条线是画伫倒，对无？无极限啊，对，因咧做代志可能就无极限。啊，毋过伫小说内底，伊写出来就是一个有限嘛，因为一旦写出来就是伫遐，极限就是伫遐嘛，极限就是伫咧小说内底嘛。啊，毋过事实讲呢。好，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拢用罗马字嘛吼，人啊，啊伫342啊，迄搭遐头前2字嘛吼，伊讲赶一骹铁线做的箱啊，也是拿吼，当然，这等于是欧本看到的嘛，因为欧本互固定伫迄搭遐，啊警卫啊入来啊赶一骹即个啥物物件嘛。对无？以我一个外国人来理解，就是讲，伊可能就是一个 container 嘛，会使缀物件嘛，会使缀物件一个，伊讲做箱啊是哪，伊无确定嘛，啊是尾啊伊家讲做人啊嘛，伊就用 LNG 第2条嘛，啊所以就变人啊尼啊，所以嘛伫这，伊当然无去形容讲较详细，啊总是就是一卡物件内底尾啊就知影地鸟鼠安尼吼。恐怖的，啊尾啊就是头前毋知是算箱啊，还是哪啊尾啊后壁就拢直接讲人啊呢。我要讲的是，迄个算
啊会变调啦，因为想啊拿对吧？菜拿就变拿啊，所以即两天我阁有看到，阮伫别群组有人去问到啊，即字诶到底是啥物状况？尤其伊问诶是讲地号名诶时阵，迄到底敢有迄种啥物轻视，还是屁秀，还是无好诶意思安尼？抑毋过地号名诶部分，我感觉迄拢是安怎讲，尾也有雅化啦，大部分我所知就是啥物南仔地即种诶吧，还是树仔骹，就是某物所在迄个一个啊，树仔骹，还是圳沟仔边，还是圳边仔边啊，圳边啊，就讲有水嘛，啊一口边，还是一窟水啥物货，啊，就用一个啊去讲，还是讲迄个所在是拢逐不是咧饮水，还是拢一寡烂田烂土，所以有啲烂仔地啊是啥即种诶。啊，这在地可能讲迄音，抑毋过去哦，不管是可能日本人头一届，或者是第一波，然后中国国民党来了第二波改造嘛，改迄个名改过嘛，啊，所以变成外地人来讲，伊敢若看到字写出来字，啊，在地人讲出来音，甲迄字可能无对同安尼。好，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可能咱会使来压尾啊，日火闪是安尼。今仔日火闪是要来读这个啥？空五梦，好，袂使。三年你会使先读无？准点无看到，还是有来啊？好，歹势，我毋知准点当时来，还是准备咧压尾？安尼，还是准点要先开头？我已经进入压尾啊！伊迄个1980我已经读到3至5读完啊，可能佫2届就甲3至6读完。啊，副六，惊着鸟厝呢。我介意最后新疆你免回答，人讲这是我的体贴，但是我知影，我只是无爱听你清脆发力，咱之间所有影响以来影掠，拢是阮的，好，感谢。我发觉准伫你敢拢会甲迄个确认的确读对缺去，我会记得敢若无即个音嘛。因为即字伊的华语是雀嘛，啊雀即个字，伫中文华语内底有算2、3字的晚音字吧。雀是什么？还是缺陷嘛？啊，缺陷的缺确实是有缺点的缺的音无对，因为我发觉到我听到的有几落个人，伊咧读确定即个确字的时阵啊，毋知啥物原因，伊就拢读对 KHUAT 去。我说奇怪，即个无即个音嘛，啊，所以就是讲有当阵啊，咱若捌听过迄个字的台语音安怎读念的时阵，咱会就咱家己的想法去想讲，安尼甲即字共音的有啥物字？啊，当然迄甲即个共音的字是啥物？大部分拢是用中文华语去思考。哦，咁要讲啦，真假就是真即字，对无？有真的假的，珍珠的珍，啊啥贞洁的贞，即3字拢是对，伫华语拢是共音嘛。因为真歹势，伫台语即3字敢拢无共音嘛，真若假的，对无？啊，珍珠美乐嘛，啊啥真剑晓，珍珠美乐真剑晓，我袂记只，反正我会记3字是无共音的啊，所以确定的确即字确，我会记敢若无缺的音啦，我确定我会记是无啦，还是我记唔着。来，
三二你要先答无？好，我来。康五帮，我介意后一句是这，你毋免回答。人讲这是我的体贴，但是我知影，我只是无爱听你清脆较认，较认咱之间所有行向未来的影子，拢是阮的空五帮。啊，伊这句伤长啊，迄个有三段拢是同一句。你讲迄个啥？理论上应该是属于同一系列，还是讲一口气讲出来？只是伊用诗来表达的时阵，就安尼甲伊写做三纸。啊，毋过实际上，就是刚对着三弟讲，应该是一困头一开读过，啊，一开读过这。就敢头前嘛有一句哟，真正落长，我就讲迄若超过20-30字的吼，迄若开无够长，连我一半都往生去安尼。来，我先读这嘛，小就读啦吼。空五万，我介意你的后一句是这，你毋免回答。人讲这是我的体贴，但是我知影，我只是无爱听你清脆确认，咱之间所有走向未来影子，拢是阮的空五万。来，小龙啊你。空五万，我介意你的后一句是这，你毋免回答。人讲这是我的体贴，但是我知影，我只是无爱听你清脆确认，咱之间所有走向未来的影子，拢是我的空五万。伊是写阮啦，啊，所以对啊，我拄仔讲阮。即字当然伊会使阮甲阮的音，吼，啊，我就讲，伫台语的即种叫做人称代名词复数，有当阵会摕来做所有格，啊，摕来做所有格了，有当阵你讲的时阵，伊会伫即种人称代名词的复数，恁、阮、因，后尾佫斗一个下来做。所有格，所以这嘛是咩啦讲？敢算嘛袂使讲算假出来啦，因为恁兜、阮兜、因兜，当然，我毋敢讲，有个人会讲你的兜、伊的兜、我的兜安尼毋对，我毋敢讲安尼毋对。啊，毋过坦白讲。我自细汉到大，我毋捌听过有人会安尼讲你的兜、伊的兜、我的兜，无我自细汉到大毋捌听过即种讲法，拢直接讲恁兜、阮兜、因兜安尼。啊，当然，恁兜、阮兜、因兜遐个，我就讲嘛，迄个照讲是叫做人称代名词的复数。啊，毋过即个复数摕来做所有格是有当阵啊，像就这样讲，阮的空五万。恁的空五万，因的空五万，若准讲是因的，迄个因，伊就真正是，我的理解是人称代名词的复数，伊就因为你就搁加一个下啊，啊而且可能会啥哩讲，大概可能敢若接恁兜、阮兜、因兜即种兜。才是把即个复数当作所有格来使用。你若其他的名词啊，大概袂讲因册啦，会讲因的册、因的店，袂讲因店。因店，口语上敢若有当阵来讲，因店哩，因店，伊的店，因的店。当然，迄有当个牵涉着讲。啊，到底是咧讲伊一个人，还是因一群人？我要讲的是，伫即搭遮，伊即个空五万甲阮，伊佫加一个下字，阮的空五万，啊，过来就是讲，即个阮字有当阵啊是，
随便讲，伫学习的时阵，这是一个多数，对无？第一人称的复数，多数嘛，阮还是阮的前差，吼，迄可能，这算什么前差？第一 Q 的前差 ，GUN 甲 GUAN 嘛。啊，当然，这个 GUAN 其实用白话字来理解较好理解。白话字的我是 GOA， 啊，阮就是 GOAN。啊，当然，教育部的我是 GUA， 啊 GUAN 嘛是 OK 啦吼。我要讲的是，这个阮字有当阵是女性吼。要过当初我咧讲的是嘛会啊，你甲阮当做我的自称啊，阮兜是复数嘛吼，怎样讲？我去教典内底嘛有去提起，就是阮这字会去互女性摕来做我的自称，就讲伊甲即个第一人称复数当做我来用。啊，明我是敢若一个人尔，对，尤其我就讲迄啦，有一寡小说，也是伫迄个戏剧内底，吼，可比讲，可能较古典的戏剧吧，尤其歌戏吧，阮无爱，啊，明明就敢若伊一个人尔，哪会用复数？迄是因为家摕来做自称啊。所以伫即搭遮，我咧猜想，敢会是伊用做，因为即摆即首诗我甲伊当做是一个女性的自称，尤其。那知影哦，啊，温柔娇是一个女性，啊，所以用女性的角度来写，应该无毋对啊。啊，敢会是因为安尼，我就甲即个当做是做女性的我的自称。我是安尼想，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无？清脆较人行向未来。迄个对遮你读迄个啥，1984有一个行星嘛吼，啊个蔡元利博士就咧讲，伫天文学内底有两种星嘛，当然用中文华语来讲，虽读会出来真差嘛，恒星、行星嘛，毋过恒星、行星读做台语的时阵，哇，煞共音呢，拢是行星，对无？有形啊，行星、行为。啊，所以蔡元利博士就讲，安尼伊就怎甲迄个 planet 迄个行星台语就怎甲伊换一个音，讲做行星，会行的星嘛，在科学上，当然是相对的，日头袂煞叮当嘛，相对地球来讲啦。啊，毋过当然，若学过科学的，学过这应该算。这算地球科学是宇宙科学，就讲咱的日头，伊嘛是细，即个 galaxy 吼天河还是亏河吼 ，galaxy 台语是天河嘛，伊嘛是细天河的中心点伫咧细，只是迄个啥，即个距离是嘛几光年、几公里遐尼长，所以咱其实无感觉，所以变成讲咱就。该理解做讲，日头是袂叮当的，啊，地球是细日头伫咧行，所以就怎甲地球即种的 planet 的行星讲做行星，安尼来含行星做分辨。啊，若无台语恒星甲行星一个读法是读出来拢做行星，安尼你会无理解，所以就甲伊改做讲哦，恒星是行星。行星是行星，安尼，所以甲即搭遮行向未来会影着即个行的共音，用即字安尼就对了。好，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是要提出来分享交流。安尼，咱就要互俊迪老师来帮咱压尾后，压尾。经济
好，感谢准弟甲咱分享伊的作品，所以我就讲，真正是毋免真后才开始，爱先开始才会变后。遮所有作品，其实咱的作品一般拢是毋爱跋过几届啦。啊，即、个1984，大概就是应该过2届，还是副了要读无？看卖啊。煞来可能就是读迄个王秀荣老师迄本咱来读，因为咱来读顶届迄阵3月款吧，3月2月，敢若是读到中啊一半款，毋是剩后壁1/3啊偌济，我袂记起来。然后迄讲项，敢若是3年项分享一个114年度的教育部朗读稿，社会组的，啊，所以我印象中因的迄个啥全国赛拢是12个比赛，啊，当然今年115年度的教师组、社会组的文章，敢若还未公布吧？还是我无注意到，总是114年度的社会组的朗读稿还未读，我是还未读过啦吼，所以可能就第迄个叫做啥，王秀荣老师迄本咱来读完了，会接续读即个114年度的迄个教育部7月25日考试进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啊，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头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大家再见。